老板，明天我想高假一天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父亲去世了，要回家办葬礼。那松鼠大哥不是成了孤儿？并不是孤儿。小英要来参加葬礼吗？啊，葬礼？我们要多陪陪松鼠大哥。松鼠大哥没了爸爸，一定很寂寞。啊，大家族啊！长辈在更高的树上。有些淡淡的伤感呢，再也没人当松鼠大哥了。别哭，生死有命，看开些。而且，爸爸今年已经5岁了，算是喜丧。我也2岁半了，哎，鼠到中年了。鼠到中年，喜丧，2岁半。凡间松鼠的寿命也太短了吧！哥哥，我们来想想办法吧。总护法是个优秀的员工，为了不失去他，我也来助大家一臂之力。药杵有是有，不是你们借那个干什么呀？行善救人，普渡松鼠。弟弟，你找到9岁河了吗？没有，不过我找到了代替的双岁河。长生不老丹还需要甘木和赤泉水，凡间都有吗？没有，但我们有甘蔗和老农山泉。锵锵，我买了一个烤箱。哦，全自动炼丹炉。开港，开破，加天宝珠，170度，20分钟。火力长天，法力无边。找个人来试毒吧。来尝尝。怎么样？甜甜的。太好了，松鼠大哥有救了啦！大补丸来啦！怎么回事？有兽小剧场。金角银角跟随松鼠大哥去参加了什么活动？葬礼、工作、赶集。什么工作？有人会请假去工作吗？哎，这才对嘛！葬礼，葬礼的历史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，世界各民族都有不同的葬礼形式。汉民族传统葬礼的主色调为白色，因此也有白事的叫法，与喜事的红色相对。其过程中常混杂相关的佛教、道教或风水仪式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已有所简化。